为什么呀？这里边不是空的吗 ？Spring 不能再。哎呦我的妈呀！可算赶上。下一步吧。为什么呀？这里边不是空的吗 ？Spring 不能在私密空间内闻到其他人身上不好的味道。你走下一步吧。谁是 Spring 啊？不就坐个电梯吗？哎，这个不是你们家电梯，让开！你们不上来啊？再下一步吧。你怎么这样啊？你们还是不上来啊？那我走了啊。咱们现在这个送外卖的村工可以随便进我们的楼吗？刚才我看到胸前是挂一个胸卡。客人来喽！王姐，您的摩卡，谢谢。刘姐，你的橙汁。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咖啡店排队吗？别提了，是啊，在楼下碰见一不男不女的。嗨，亲爱的，我回来了。你好，亲爱的。亲爱的，你回来了。亲爱的。哎呦，想死我们了。我也是啊。大片拍完了。拍完了。累坏了吧？哎呦，累的我告诉你，我脑门上都长上了青春痘。我昨天晚上做了3天的面膜，现在才好的，讨厌死了。刘姐，这人是谁啊？你不说这个，咱们是个大人物。中文名叫苏全，英文名叫 Spring， 是咱们杂志社的艺术总监，外加副主编。以前呢是学服装设计的，还开过自己的品牌店，所以认识不少时尚界的风云人物和上流社会的富豪名媛什么的。所以咱们前主编有很多事儿都得依仗他呢。哎，我才几天没回来呀，咱们社怎么都变成慈善救济所了？什么没教养的残障人士都可以混进来呀？啊？什么残障人士啊？那脑残不也是残障的一种吗？全哥好，我刚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可能还真有点残障。不过您这种大人物就别跟我们这种小实习生计较了，太丢您身份了，不是？哟，你这脸变得够快的。那当然了，这是我的强项。你是谁招进来的呀？前夕主编，我叫赵文，以后请全哥多指教。我很不喜欢你。谢谢，我也不喜欢你。不过我是个懂规矩的人，知道自己什么身份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也知道该怎么样守着自己的本分，听候您的差遣。把话都挑明了说是我的习惯，我觉得这样比那些表面亲热背地里翻案件的人要酷得多，也来得痛快。我相信全哥也是这样的人吧。哟，这都来了半天了，也没跟前夕打声招呼，真是的。你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刚才让你办的事情都办了吗？中午的午饭我请，谁都不能走啊！太好了，喝饮料，喝饮料。哎，他们是想把原来的一个化工基地变成一个花园，所以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呢是把被污染的土地怎么逐渐的恢复适合植物生长的沃土才行。咱们以前研发的 A3 生物制剂倒是有这功能，不过刘长，您要的那个资料。不过他们这个基地太大，使用 A3的话成本太高，他们肯定不会接受。而且 A3主要是解决污染的，要是想让这片土地更加肥沃的话，还要研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这样的话，可能成本会更高啊。又想成本不高，还想解决这么多的问题，怎么可能啊？可以使用真菌丝啊。这个真菌丝它有修复环境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分解有毒物质，并且培植真菌丝的成本不是很高。我们还可以使用真菌丝的同时，利用这个黑沃土去解决土地变肥沃的问题，成本一样也不高。黑沃土，黑沃土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呢，生物制胶。它是利用这个有机垃圾焚烧以后得到了一种特殊肥料。而且我给这个焚烧过程设计了一个非常环保的方式，可以使它基本不向大气中排放二氧化碳。并且这个黑沃土本身呢，它既可以使这个土地肥沃，化肥使用量减低周少50%。
薛洋，知道你不喜欢被打扰，所以希望这种沟通方式你不会介意。昨天的事儿很对不起，虽然我们初衷是好的，但却没有考虑到你的习惯和喜好，所以造成了那样的后果，真抱歉。为了弥补过失，周末咱们在花园举办一个烧烤 party， 希望你能带朋友都来，咱们多一些接触和了解，减少一些误会和矛盾。接受邀请吧。哟，薛洋，你起来啦？这什么呀？这些啊是文一中午赶回来特意给您做的。他说这叫早午餐，比早餐的丰盛，又没有午餐那么油腻，最适合你这点儿起来吃了。赶紧吃吧。哦，锅里还有汤呢，我去给你盛过来啊。今年新招的实习生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从明天开始，我会把他们每天的工作日志发到您的邮箱里。嗯。哎，这个人的这成绩不错嘛？哦，楚木啊，对，挺机灵的。刚才在研发部的一个小讨论会上，他还做了一番很精彩的发言呢。研发部的刘部长对他的一个创新设计非常欣赏。啊，那就是说得重点培养一下呗。对，刘部长也是这个意思。刘部长正准备看完楚部的完整报告以后啊，再向汪总汇报立项呢。嗯。喂，那徐大少。啊？你们家要搞轰趴？行，那我肯定到。啊，先挂了啊。哎，你刚才说这个人的报告什么时候交上来？下周末。哦，那交上的话，你给我发一份呗。行。四爸。哎，来了，崔长，叔叔好。哎，你好，你好。文一，来了。哎，那边坐吧。没事，我们看帮点什么。哎，甭管了。喂，到了。好，我马上下楼了。到底哪个门啊？哦，看到了，我坐公车来的呗。我不跟你说了吗？我身上就只有坐公车和地铁的钱了。你们家有车，你都不来接我。行了，我进大门了。都是人，怎么就能差得这么远呢？